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推动汉字教育已经迈入第18年，今年首度将资源拓展到国小校园，试办书法小学堂公益课程，并由历届得奖者组成种子教官，深入全台10所国小。这次在台南的活动特别会选在安平书屋举行，除了临近书法家朱九营故居，也贴近活动主题师法自然的意涵。在台南府城举行，尤其在这么富有自然跟创意的地方啊，安平书带领小朋友来看这个大榕树的树根，来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字的造型，然后把这个字的造型融入到书法字里面。那今天很开心，那也代表这个台积电第18届的青年书法大赏啊正式开跑。3、2、1，我们开始书写喽，请。不用比快的啊。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从2008年起举办书法大赏，多年来带领6000多位小学员亲近书法艺术。今年首度办理台积电书法小学堂活动，希望让更多小朋友增加书法学习兴趣。这个活动很好，这些字在自然环境里面，然后可以让大家认识有这种的书法的字。台积电一直很注重书法教育的推广。那从2008年开始，我们举办书法大赏，到现在已经有6500名的这个参赛者。那今年我们又扩大了这个书传大赏的这个规模啊。那一方面是增加这个国中组的这个参赛者，那二方面呢是在全台10所小学开办了书法小学堂，那并且邀请之前的得奖这个艺术家来指导他们，希望借着他们的热情，能够让小朋友们能够有更多这个学习的兴趣，那进而这个产生更多的这种乐趣。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台南为重点推动城市，期望结合在地文化，为汉字教育注入新活力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